以色列甲哈马斯战争引起无共宗教族群的紧张。这罗西亚伫高加索地区有一个以穆斯林为主的达吉斯坦共和国。有人讲要等这以色列航班飞到位的时阵，就要冲入去马哈奇卡拉机场闹代志。地数这机场是随关起来。达吉斯坦政府表示讲，目前这情势已经有控制落来啊。 真侪民众摕到巴勒斯坦的旗啊、拿花、真主期待那甲航口玻璃窗拆掉，走入去达吉斯坦的首都马哈奇卡拉机场。因伫航口内底四界走，拄着人就问讲以色列人伫倒位，惊到要死的机场员工甲伊讲，办公室内底无以色列人，遮的暴徒规气冲到飞机跑道去找人，甚至到机场外口去查客机的车辆。遮防空的做法必须当局直接甲机场关起来。另外，宗教领袖也出面来谴责。 То, что касается сегодняшней акции, это, конечно, вы искренне говорю, вы ошибаетесь. Таким путем этот вопрос не решается. 位伫高加索地区的达吉斯坦共和国小俄罗斯联邦，民众超过8成是回教徒。真侪人不满以色列对加沙发动战争，造成将近800人死亡。礼拜部分民众听讲有一个以色列航班会降落当地机场，真侪人就去示威。达吉斯坦内政部讲，即阵已经有60人互抓起来。达吉斯坦领袖拜伊也去机场关心，强调会严厉来惩罚暴徒。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是发表声明，要求俄罗斯当局保护以色列公民甲犹太人。也来根据及时的航班追踪的资料显示，礼拜开始有一架红色航空的航班对特拉维夫起飞，伫当地时间暗时7点，加紧降落伫马哈奇卡拉。公视新闻张慧敏编译。